一八夜冇拉起风采，一个政府救灾方系咪有乜嘅停慢，也算有人为方嘅疏失，也佢多人提讨论呢。刚才院长王建祥讲，为做到唔影响救灾，更加还唔会提出救济弹劾官员。唔过请假一礼拜内，对推办进步太水，韩国救灾行统系咪有人为疏失，会开始调查。一八风采灾前东严重。政府的救援，从灾民看起来仲系停慢。对这部分来讲，监察院无全面统研，针对风灾的灾后责任追究展开调查。到时会分作台湾不需在可能的人为因素，同政府的救灾行统系咪有疏失，这两方面来做调查。我一直在想，就是我们要鼓励这些救人的人，给他们打气，包括政府的官员有没有责任，等到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大来算这个账。我真的也有亲戚在灾区。有年秋民新妇的副院长陈建立，也想到影响的灾民，可能改动硬硬。一摆由陈建立做小心人，我针对莫拉克风灾的调查工作，邀请内政、国防等4个委员会小心人。参详调查的方向同分组，喺讲到之前外交部汽车外援的事，王建贤讲系会连日调查。外交部接受这个外援，那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？有没有责任？我不是说他有责任啊，我也没有说他没责任。我们要去查了以后就会清楚，我们就对社会有个交代。目前救灾行统还在进行，唔管官员系咩有疏失，无以救灾为主，用体验的人员按时去做。调查的行统，请假我同2个礼拜以内启动，到时会针对行政部门的疏失提出救济也系弹劾。王建贤咪借个机会同灾民讲，监察院会同灾民起向下，彻底会追究相关的责任。卡卡新闻林建儒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